2019年，台湾民众李明基和中国指控讲危害国家安全，嘛互判刑。最近拐出来咯，伊嘛返来到台湾。李明基早起甲一寡艺文工作者开记者会，相关目前互关伫中国的出版社总编辑复查，嘛呼吁讲目前的总统参选人应该爱针对台湾人到中国的安全问题发表看法。今天是9月15号嘛，是我9月2号回到台湾来，大概已经接近2个礼拜的日子了。重新踏上自由的土地，我们亲爱的国家中华民国台湾，我恢复得很快很快。重新返来台湾，总算通放轻松。李明基2019年要为香港入境中国侵权的时，向参挂界失去联络。落尾国台办表示，李明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共判1年10个月。李明基讲，和中国拐押的人其实乌数真多，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状况。有一些台湾的民众私底下找我求助，不知道自己的家人在那边是真的做了什么事情，还是被滥捕的，他们就是司法黑箱，他们最后还是保持沉默。日本台面上有17位，那我也拜访过几位东京大学的教授，他们也说实际上黑数多得多，也是几百位。10个李明基参这艺文工作者举办记者会，除了声援共款和中国拐押，高达已经6个月的北基文化总编辑布查以外，也呼吁目前台面上主要的4个总统参选人，应该要重视中国反间谍法，提出台湾民众到中国的风险问题。中国那边呢，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可是台湾的部分，这4位总统候选人能够提出来的国际有的能见度跟资源，对台湾的这样子的支持。然后会使得这个救援有效性呢，绝对会提高。作家李光认为，台湾参国际交流愈多，就更加通对中国施压，保障台湾人到中国的安全性。伊呼吁目前的总统参选人应该对此表态，说明安怎提供台湾人到中国的保护和支援。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